Hello， 你好嗎？帶大家嚟新西蘭一個旅遊勝地。呢度最熱門嘅節目係觀鯨同埋睇野生無海豹。世界各地嘅旅客嚟呢個鎮嘅目的，大多數都係觀鯨。Kaikoura 聚集咗被列為瀕危野生動物嘅鯨魚，因為呢度嘅海洋地理係鯨魚嘅安全避風港。海庫拉鎮位於亞熱帶同埋阿南迪州相會之處，呢度水溫低，海床陡峭，斜降深度2000米，匯聚豐富海產，吸引需要大量食物嘅鯨魚嚟到覓食。另外，仲有遊客必到嘅海岸邊，可以免費無限欣賞野生無海豹。呢啲天生天養嘅海豹，傻更更咁對人類懶理不離。佢哋悠閒小睡，好似沉思或者左顧右盼，真係我見猶憐。有啲仰躺喺停車場路邊嘅石壆上，遊客千祈唔好打擾佢啊！同海洋公園嗰啲訓練有素嘅海豹相比，佢哋自由又幸福。海庫拉風光靚，亦都可以參加例如海豚奇遇或者邂逅信天翁啦，甚至捉鮑魚、釣魚、滑浪、浮潛、打獵、觀鳥、健行或者攀山等等。最受歡迎嘅就係觀鯨，比較多人係搭船，亦都可以搭飛機仔。海面風浪唔細㗎，但係大家都拭目以待，等候鯨魚出現。遊客平息靜氣，舉住相機，準備捕捉千金一刻。將令人難忘嘅經典畫面攝入鏡頭。觀鯨之後，都會去附近嘅岩石揾下海豹嘅蹤影。其他好多風光都值得遊客去打卡嘅。Kaikoura 地區歷史悠久，有毛利原住民嘅住穴遺跡。歷史物品喺當地嘅 Five House 同埋博物館都可以考證。除咗觀鯨，最令人回味嘅就係呢啲傻更更嘅幸福海豹。佢哋與世無爭嘅生活態度，同新西蘭人處於地球一隅，和平悠閒咁樣享受當下。